起来欢欣歌唱，因救主已作王，将感谢赞美献给这宝座羔羊。我心欢唱，我口颂扬，我要再说欢喜欢喜。起来欢欣歌唱，因救主已作王，将感谢赞美献给这宝座羔羊。我心欢唱，我口颂扬，我要再说欢欣欢喜。基督救主掌权，当他赦免流血，他真理彰显，他慈爱长阔深远。我心欢唱，我口颂扬，我要再说欢喜欢喜。天宇宙与万物都属基督国度，死亡必要是以权归基督我主。我心欢唱，我口颂扬，我要再说欢喜欢喜。我口音传唱，我口颂扬，要在欢欣欢喜。平安平安我愿离，陷你最深海里。熙然无电日一升，再无望能兴起。星系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救。从海中将我举起，蒙主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
愿偏安我远离，陷你最深海里。熙然无电日已深，再无望能兴起。星系海洋大主宰，听我绝望呼救。从海中将我举起，蒙主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相信有上帝的同在是最美好的时刻。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在患难中受苦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来为这些在患难当中的人祷告，求主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愿你施恩来看顾，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是感谢和赞美的祭，是馨香的祭，是主你所喜悦的祭。愿你施恩，我们也为今天早上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无论他们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愿你都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看顾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运作安排都能够十分的顺利，有你圣灵的同在，所有的一切安排都顺从主你的圣灵来运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也纪念这些在困苦跟患难当中的人，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献上祷告，蒙主的纪念。感谢你施恩的看顾，让我们能够从患难中被拯救出来，使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全然的自由。愿你施恩来看顾，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圣灵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我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弟兄姐妹，我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啊，我们在这世上如同寄居的，虽然会遇到百般的试炼，但你们深知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比金子更宝贵。即使在烈火般的试炼当中，仍能显出称赞、荣耀和尊贵。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透过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有一宿万道栽种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因是爱、信而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齐来欢欣歌唱。用使徒信心来宣告信仰。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
经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16篇，诗篇16篇。等一下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佑我。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耶和华受的产业是我杯中的混。用神良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必称颂那只叫我的耶和华。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前面起。因此，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因为你必将我的灵魂处在阴间，还为奇，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接下来公祷，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首先，为欧洲国家马其顿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更是基督的信仰。再来，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佩元堂谢准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为春夏季节即将来临，台湾有足够的雨水，土地能够得到滋润，以及万物的生长的祷告。为国际局势变动，求主使全球各地战争地区能够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来祷告。接着，我们一同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不用为食，今日赐给我们，愿我们在如同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分析郑宝华姐妹会提供。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使徒行传》第2章14节22到32节，在教会的圣经本新约130页。《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验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
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就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第二处经课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新约圣经本126页。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谢谢珍宝姐妹，我们共读上篇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1章3至9节，彼得前书1章3至9节，在新约256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为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即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快的停止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且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以上是上篇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因他何者，一切诗班本将荣耀归上帝。接下来正道，我们今天讲的是班会这班讲道，题目是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诗班献唱的很好听，因为他们唱的就是一个盼望。那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呢是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可以放我的投影片吗？好，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那它是在彼得前书1章3到9节。那彼得呢，一直是我觉得很啧啧称奇的人，因为他是渔夫嘛，他应该没有这样的文笔。可是呢，圣灵却感动他，然后写出一段很深奥的字句。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呢，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在我们在进入这个充满盼望的经文之前呢，请大家一起跟我回到西元64年的罗马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闷热的7月的夜晚，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事情，大火烧了6天7夜，整座城市化为焦土。当时的皇帝呢是一个很凶残的，他叫尼禄。那他为了平息民愤，而且他为了要重新建造罗马城，就把所有的过错推给一个邪教。你知道这个邪教是哪个教吗？对，基督教。因为那时候人数很少，那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替罪的羔羊，就是找了基督徒。那当时的逼迫不是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不能接纳你的信仰，那我嘲笑你的信仰，不是这样的哦。当时呢，是根据历史塔西图的记载呢，是尼禄对基督徒的方法非常残忍。他呢是把基督徒绑在那个兽皮，就是绑在兽皮，然后呢就是让野兽来撕咬，然后基督徒就痛苦的死去。另外呢，他为了在他的花园有一个人间火炬，他就把基督徒用在柱子上面倒油，然后烧了他们。所以呢，他的花园呢一直都是很明亮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对待基督徒。所以当时彼得呢，他就看着身边的同工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那这封信的读者呢，是现在的土耳其小亚细亚的地方。那他们虽然都还没有被点燃，但是这个火灾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小亚细亚。所以这些弟兄姐妹每天起床担心的就是说，下一个会是我呢？那我的财产会被没收吗？我信耶稣最后的结局是化为灰烬吗？所以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那个信徒，那你躲在阴暗的地下室，然后接到彼得送来的羊皮卷，然后这羊皮卷有汗水又有灰尘，你打开它的时候，你希望第一眼看到彼得写什么话？应该希望彼得会写说快逃啊，大家快逃啊，或者是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不公平呢？可是彼得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句话在充满那个血腥味的年代简直是很疯了。但是这种疯狂呢，正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信仰有一种力量，是烈火烧不掉的，是泥路也烧不掉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在人生的火炉当中，为什么基督徒不会被苦难毁掉？为什么我们依然能有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所以这封信呢，不是给完全没有什么苦难吹着冷气，然后在家享受的这些基督徒来听的。这个经文是写给那正感觉到有火焰温度，觉得生活快要崩塌的人。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他的经文，彼得前书1章3到9节。它不长，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请。愿颂赞荣耀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人难人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面有很多的词语
看错了。天上的基业，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信心的果效，灵魂的救恩。那就是刚刚我标示的这个黄底红字的这个字。那我每次看到这个字句，我就卡在那里，我就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实在是没办法摸得清。但是感谢主，就是看圣经的时候会有从神而赐下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感谢神的恩典，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些在讲什么，他的神的话语在讲什么。那为什么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呢？因为神先给我们一个不会拿走的未来。所以神给我们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会不会被拿走？不会，不是他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不会被拿走的。刚刚彼得在第3节一开头就带领我们大声颂赞什么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耶稣只是变好一点，就像手机系统更新一样，从 1.0 到 2.0， 然后可能现在更新的又变成到 3.0， 所以的手机一直在更新。但彼得的用词呢是重生，重生可以让你想到耶稣跟哪一个人对话？4个字的尼哥底母，有记得吗？他跟尼哥底母那场深夜对话，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人老了怎么可以重生啊？耶稣的意思呢是说，你需要的不是行为的改良，你需要的是生命基因的更换，就是你生命的 DNA 的更换。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魂就种下了一个属天的种子。苦难可以夺去你的财产、健康、名声，但苦难没有办法夺走你生命的 DNA。 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苦难就像是强风，强风可以吹走落叶，但吹不走灵魂的根基。这一切都源于神的大怜悯，那这个叫做先存的恩典。那我当时呢，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名词先存的恩典，我实在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卫斯理讲的，约翰卫斯理讲的。那约翰卫斯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就是每个人生出来的时候，上帝会在你的里面放一个感应器，然后感应器呢，当福音来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像个死人一样的时候，神就先动了手，这个感应器会启动，所以呢，会对神的救恩会有回应。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人能走向神，是因为神早就先走向人。既然救恩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开始的，那它就不会因你的软弱而结束。很多人说我有盼望，但是是什么盼望？有些人的盼望是死盼望哦。为什么呢？什么是死盼望？就是建立在环境上的盼望，像什么？我盼望下个月升职，我盼望病会好，但是如果这都没有实现的话，那病没好也没升职，那盼望就是死了。所以彼得说，基督徒拥有的是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根据你的感觉、你的心情，然后高低起伏。这个盼望呢，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呢，因此耶稣现在是活的。还有谁是活的？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活的啊。所以既然他们都是活的，耶稣基督也是活的，我们的生命就不断会有新的力量不断的加给我们。这个盼望是主动生长，不会被浇熄，也不会被环境所破坏。所以苦难中这样的盼望可以带来喜乐，也会驱使我们的生命去成长，所以被称为活泼的，因为它是会主动生长的。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住在台中啊，不是凯尔，那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很久以前的朋友，他就跟我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不要有永生，我希望到今生就好，我觉得我太苦了。我就说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永生呢？我说基督徒有永生啊。他说我不要这个永生，因为我觉得我进入那个永生之后，我还会继续苦下去。我就跟他说不会，你不会因为那边是没有眼泪，然后没有痛苦的。他说他不相信。
所以呢，他做的基督徒直到今生。那保罗说，所以一个人如果信主，不相信永生，会发生什么事呢？保罗说过，那我们就是比那世人更可怜的人，我们就是比那一般的人更可怜的人，因为你为了信仰受苦、节制、舍己，最后这一切都只通往坟墓，那是多大的悲剧！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死亡变成通往另外一个门，而不是死胡同，这让我们在面对苦难有一种底气，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死亡嘛，但是耶稣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因此呢，活泼的盼望能得到天上的基业。我之前也很不明白，你看我今天已经说到第3次，我很不明白了，所以这里面全部都满满的艰难的圣经的话语，我也很不明白什么叫天上的基业。但是我们的牧师都跟我讲说，天上的基业就是天上的产业。然后我还是一脸很疑惑的，然后看着他，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天上的产业，所以我自己就是去查了一下。所以原来天上的基业不是天上的房地产，因为地上的房子会折旧，会地震毁灭。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呢？是新天新地、复活的身体，还有神永恒的同在。这很重要哦。神应许我们的未来的基业呢，是新天新地、复活的身体与神永恒的同在。我才明白说啊，我们复活的身体为什么要更新呢？因为我们被更新，然后我们才能进入新天新地。不然以我们这种会衰残的身体，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新天新地。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衰残。所以呢，就像玩过电动的都知道，如果你没有新的武器还有装备，你就不能进到下一关。所以这等于让我们拥有了属天的装备，能够有资格进入神为我们安排的新世界。所以彼得用了这个4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份资产。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从右左，左右啦，左右，然后下面的左右，我们一起来念经。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所以不能朽坏是什么呢？它永远都是新的。不能玷污呢，就是出淤泥而不染；不能衰残呢，就是它没有毁坏的时候，它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存留在天上呢，这个就像天上的银行不会受通膨啊、战争啊或骇客攻破，所以呢，神把你的未来存在他那里，这给受苦者极大的安慰。我现在在地上的损失是真的，但是我现在在天上的获得也是真的，且永远存在，也永远有效。那第5节就说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你知道保守这个词呢，是一个军事用语。之前看电影可以看到，就是城墙嘛，然后都有卫兵在那边巡回，都是在那边守着。所以神就像那个卫兵。那神如何就是守卫我们的救恩呢？他不一定都是挪开那个火攻，他会站在你的灵魂和敌人的攻击中间。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图，站在你的灵魂和敌人的攻击之间。所以撒旦可以攻击你的身体，但神作为卫兵，他会守护你的身份。你可以想象神的能力是一个电力，你的信心是电线。电力呢，永远在那里，我们需要透过信心，就是把插头插上来支取。所以在苦难中呢，信心不会使你感觉很好，信心是让你选择在最黑的夜里，依然相信那位守卫的主没有打盹，一直在看顾你。所以我们会被神的能力所包围，灵界的势力依然存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撒旦会想从上帝旁边把我们抢走。神的能力何其大，他一定会保守我们不被撒旦掳去，只要我们一直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举一个例子， Spafford 这位男士，他是一个成功的律师，那旁边那个是他的太太。
他的儿子病死了他的房地产呢也是在火灾之中全部烧毁。后来他就安排他4个女儿，然后还有他的太太一起坐船往欧洲。结果那艘船在大西洋跟另外一个船碰撞，然后结果他4个女儿全部罹难了。那他妻子获救之后，只传了一个电报，上面只有一句话，就只有我一人得救。Spafford 立刻搭船前往欧洲找妻子。当船行经他4个女儿溺毙的那个海域的时候，船长就提醒他，就说这个就是沉船的地方。那时候他万念俱灰，那个不是低潮，那个是人生全毁。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Spafford 他说，无论何境遇，我已学会知足，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这个男士呢，他没有否认痛苦，他没有假装坚强，他是在最深的破碎里仍然宣告，我里面没有被毁掉。这就是彼得说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的盼望。Spafford 失去了地上的财产嘛，最珍贵的孩子，还有未来的人生规划。但这个世界可以把你打到什么都不剩，但你的未来存放在神那里，你就还没有输。再来，为什么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呢？因为苦难是信心的火炉。我在读第6节的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很吊诡的句子，因为他说：“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认为喜乐和忧愁是可以并存的吗？喜乐和忧愁是可以并存的吗？大家是机器人吗？喜乐和忧愁可以并存吗？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可以。很多人以为基督徒应该像机器人一样，遇到困难也要笑。但若是皮笑肉不笑，就是表面的大笑，心里却笑不出来，那是正常的吗？那是不正常的。所以呢，彼得不玩这种虚假的属灵强悍。他承认我们会忧愁，那是一种情绪表层的反应，因为痛就是会痛，所以反映在我们的感受和情绪当中。但是呢，大有喜乐呢，是灵魂最深处的安定。所以我之前去绿岛浮潜的时候，就是我坐绿岛的船，它是我们那时候风浪有够大，它是这样子的，然后全船的人都在吐。但是我一上绿岛的时候，我就去浮潜，应该是深潜，我就去深潜了。那带着氧气罩就沉到海里面。那时候呢，你看到海面可能会有10级的风浪，但是呢，你沉入深海当中的时候，那是极度的喜乐、安静。所以我们也许有看过一幅名画，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就是鸟妈妈呢在暴风雨当中呢保护的这几只小鸟，可是那个鸟窝呢是平静安稳。所以基督徒也可以一边流泪一边感谢神。基督徒可以一边流泪一边感谢神。新译本和环球译本呢，在第6节的解释是：尽管现在必须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呢，这里面的经文有必须，但和合本没有，这里面有必须。所以呢，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受苦？彼得提到了必须和暂时。这个暂时呢，如果是你把人生活到100岁的话，3年的苦难看起来很长很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呢看成你的人生看成永恒，这3年不过是眨眼，不过是一眨眼。所以呢，这个必须呢也是一个神学议题。神难道不能让我们不受苦就成圣吗？神难道不能让我们不受苦就成圣吗？事实是，有些功课只能在苦难中学会。神就像一位精明的药剂师，他根据我们生命的软弱来帮我们调配苦难的剂量。这份苦药是必须的，因为他更在乎我们生命的圣洁和纯粹，
过于我们的舒服。所以彼得说试炼是百般的，这个词的意思百般的是五颜六色，所以你的苦难可能会是蓝色的、红色的，还有黑色的。但是彼得前面提到神的恩典是百般的，这代表无论你的苦难是蓝色的、红色的还是黑色的，神都有相对应的颜色能覆盖它。我之前在学校有学过互补色校正，我相信应该大家有学过这个互补色校正。现在很多化妆品广告也会出现，如果你脸上有红色的过敏，那你就去用绿色去遮瑕。如果呢你的脸色是蜡黄的，那你就用紫色去提亮。上帝的恩典不是把颜色抹去，而是用一种属灵的互补色进入你的生命，让原本刺眼绝望的颜色被转化为深沉而且和谐的生命底色。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呢比金子更宝贵，金子会毁灭，但是信心会存到永远。这个是一个炼金的比喻。炼金过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高温呢会把你逼到死角，让我们发现我们之前依靠的人际关系金钱健康都没有用。当温度升高时候呢，我们的内心的杂质，就像说骄傲自私虚伪就会浮现出来。这些东西在平常是看不见的。最后呢，神呢就像一个炼金师，他会一直坐在炉边守候。他知道什么时候金子炼好了呢？就是他看金子的那个液体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脸，他就知道这块金子成熟了，可以夹起来了。所以神容许我们进入火炉，不是要烧掉我们，他是要烧掉我们身上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所以当你在苦难中学会顺服，你的生命就开始反映出基督的样式。我在2019年的时候5月去了一趟波兰。那我去波兰呢，我主要是去看集中营。那波兰的集中营有一个很大的集中营也是很有名，它叫做奥斯维辛，大家应该有听过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那我记得进去都一定要带一个当地的导游，因为很多东西不能看不是不能看，是不能摸，然后也不能照。所以呢，接下来我就会为大家带来几张照片，然后去解说一下集中营。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右边是集中营，左边是集中营的大门，然后右边是他们的房舍。你知道他们就是犯人的房舍跟那些管他们的那些纳粹的房舍是一模一样的，它中间只隔了一个铁栅栏，然后那边呢在吃火锅，这边呢在极度的痛苦中去受死。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房舍虽然一样，但是俨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这里呢，这张图，这个就是我们的导游。那这张图呢，你可以看到欧洲整个地方，它都被集中用火车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时候犹太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运到集中营。那左边那个图呢，就是他们会在被毒气毒死之后，把他们拖出来，然后把他们的头发连头皮全部都削掉，拿起来，然后还有金牙齿把它拿起来。那再来他们就把它放在焚化炉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上角就是一整排的焚化炉。那德国人呢，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秩序井然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都会把东西排得整整齐齐。你知道那个右下角是什么吗？看得出来右下角是什么吗？可以猜得出来吗？猜不出来，那个是毒气罐。所以他们把毒气罐也收得好好的。那有看到右边一只鞋子，然后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一个一个堆放的好好的。那在右边呢，就是他们的手上、脚上都有他们的记号，代表的数字、代表的符号。所以那边他们是没有名字的，他们是被分成不同种族的，然后不同族群的，
所以最低下的族群呢，会遭到最强的虐待。所以呢，他们是这样子分的。那这个是他们一年到头，不管是下雪还是夏天，他们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就是这种条纹式的衣服。那我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说，那边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说，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门。我那时候就越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照还蛮漂亮的，所以我就把它照起来了。那他们所吃的就是在左边所看到的，就是汤嘛，然后那个就是喝汤，然后那个稀饭是稀到就是你看不见饭粒，然后一块干面包，一块干乳酪，他们每天就吃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瘦，就是肋骨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个都是我不是网络上抓的，都是我去现场照的。所以呢，这个是你知道我要进去哪里吗？毒气室。然后我要进去毒气室，因为我是跟团，那所以呢，我几乎旁边的都没有信主，所以他们都说那里死了110万个犹太人，我们不敢进去。那我就说，那我进去好了。所以呢，我就进去了。我进去，所以你们会觉得毒气室很大吗？会不会？会不会像这个教堂那么大？不会，很小，这么小，就这么小。然后你看都没有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边，然后看着墙壁上的抓痕，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会被毒气毒死。然后毒气罐呢就从天上，就从上面放下来。那有110万的犹太人呢在这里被杀死。那我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还蛮难过的，所以我又跑进去了一次。然后我又跑进去一次，然后看着曾经在这边受苦的犹太人，他们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刚刚看到的那个门，就是右边这个胡斯，他是总指挥官，就是他把这些110万个处死的这个指挥官，但是他的刑罚就只有吊死。而且他在死刑之前，他还说求你们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他坚决不要上那个吊刑台，然后最后还是被绞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集中营，然后还有屠杀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过程。那其实集中营呢，不只关犹太人，它也关了帮助犹太人藏匿犹太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人。那有一个荷兰的基督徒姐妹叫做Corey， 然后她和家人呢，因为藏匿犹太人就被纳粹抓去集中营。在那里，她经历的不是不舒服，而是每天面对死亡、被羞辱、被剥夺尊严，还有和她的姐姐在充满跳蚤的房间里面。有一天，她就很崩溃的问她姐姐说：“这样的地方，神在哪里？”她姐姐回答一句很不可思议的话，她说：“连这些跳蚤，我们都要感谢神。”她当下完全不能接受，后来才明白，原来那些跳蚤让纳粹士兵不敢进他们的房间。结果他们可以在里面干嘛呢？偷偷的读圣经、祷告、安慰其他人。这就是刚刚讲的火炉的逻辑。你以为那是很大的折磨，但是神在做的其实是保护和提炼你的信心。Corey 呢，被丢进集中营，完全失控的人生，这个就是火炉。他里面的抱怨、不幸、愤怒全部被逼出来，他才知道原来他没有那么爱神。最后他竟然可以说一句话：没有一个地方深到神的爱到不了。有些东西呢，只有被火烧才知道是生的，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很容易是想象的信心。为什么苦难没有毁掉基督徒呢？因为没有看见耶稣，却每天遇见主。这是一个神秘的经验。我们怎么样来爱一个2000多年的耶稣，肉眼看不见的人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开启了我们心里的感官。
这种爱呢，不是情感的冲动，是一种深层的连结。就像你在电话中，然后你跟你所爱的人讲话，那你的心是跳动的。在苦难中，这种不凭眼见的爱，成了我们最强大的动力。但彼得怎么形容呢？他说，这个喜乐是说不出来的，因为它超越的语言，而且这种喜乐满有荣光。那我们就要想到，为什么喜乐要满有荣光啊？因为荣光是一种质量，一种重量，而且它连接到源头神那里去。这就代表了月亮反射太阳的光，然后这是一种预尝，就是你在地上受苦，可是你的灵魂呢，已经跑到天国喝了那边的泉水。你在地上受苦，但是你的灵魂已经跑到天国喝了一口泉水，这叫做带有荣光的喜乐。所以这种喜乐带有一种神圣的庄严感，让周围的人看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力量。所以信心的果效呢，就是灵魂的救赎。大家注意，这里的救赎呢，不是只是死后上天堂。在希腊文，这带有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味道。你的灵魂正在被救赎，正在被医治，正在从自我中心中被释放出来。苦难产生的坚忍、喜乐、荣耀，就是受苦当中产生的产品。坚忍、喜乐、荣耀，就是受苦过程当中产生的副产品。它会使你越来越像一个属天的人，以至于让你的灵魂完全得救。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好难哦，因为彼得也讲得那么深。我们要怎么在没有看见耶稣的情况之下，每天遇见和经历他呢？我们可以透过读经，求圣灵对你的现状说话。我们可以透过圣餐领受饼与杯，这个是在信心里与基督相遇。我们可以透过肢体，当你最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一句安慰，一碗热汤，那一刻基督是透过他们的灵魂在拥抱你。我们可以透过火窑中的同在。还记得但以理有几个朋友被丢在火窑吗？3个，对。可是国王看见有几个人啊？4个。那第4个人的面貌好像绳子，神从来不让我们避开火窑，他通常是跳进火窑与我们一起走。所以当你在苦难遇到孤单的时候，请转过头去，那位卫兵，那位炼金师，那位救主，他正踩着火焰与你同走。各位弟兄姐妹，苦难确实会带来伤痕，但苦难绝对毁坏不了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未来是神亲自守卫的，而我们的现在是神亲自炼净的。我们的过程中的每一天都会跟那位不可见却真实的主与我们同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火窑当中，你不要害怕，请记住，炼金师从未离开他的炉子，他正精准地掌握着温度，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愿我们在火炼的信心上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你总是与我们同行。虽然我们会忧愁，但你使我们的灵魂最深处有最深沉的平安。求你使我们经过火炼的试炼，依然能像众多的见证人一样。感谢你让我们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的基业永存在天上。我们相信我们每天能遇见你，因为你总是使我们的电力和喜乐的源头源源不绝地放在你的身上，而你正在医治我们的灵魂。愿我们在火炼的信心上使你得着荣耀。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谢谢潘传道为我们的传讲。我们得救不是靠能毁坏的经元，而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接下来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爱拯救我。我来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姐妹请坐。我来介绍新朋友，然后是邵文弟兄的弟弟弟媳妇，他们从美国回来，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我们永远欢迎，长得跟那邵文兄好像。在问安差遣礼，我们来唱诗，我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彼此拱手问安，来，我们成为家人。在施工报告教会消息，我们欢迎那个教会那个邵文说，规模一样，再次欢迎。那本周4月10号主日后为主会社会关怀仁爱捐款截止日期，欢迎弟兄姐妹参与。大家有奉献的话，请注明为总会社关活动奉献。教会4月份的执事会就在今天4月12号12点45分召开，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南教区牧职祷告会将在4月15号星期三在台南安平堂举行，许愿牧者往返台南祷告。牧子进修会将在4月21号到22号，这个星期2跟星期3，在阳明山福园举行。本陈伟牧师将前往参加。姨妈舞狮姐妹旅将在4月30号到5月3号在彰化进山举行。本台班会跟传道也将前往参加。总会教育委员会邀请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学会分享。南区的分享日期是在5月16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题目是为什么
键，让家庭主动走进来。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那接下来我们会教会以下开办活动，一同来关心、来祷告。卫理神学的自我认识，还有黄粉门徒、成人植物学，还有自我医学院，请为老师的预备及学员的参与这项活动顺利来祷告。也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周四晚间7点半的长青祷告会，为教会这项事工来关心。那总会进来消息，请弟兄姐妹都先为总会宣教大理所区的建造本身来祷告。那如果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奉献，要请助理为总会建堂来奉献。那本期整组课程，等一下主后欢迎弟兄姐妹来参与。那时间是11:40到12点半。还有4个课程，约翰福音导读，那老师是林继广跟李迪华，在105教室。第2堂课是以西结书，由赵少文跟启慧来传授。那教室在201教室。第3堂课提摩太前后书，由贺兆典、王如君老师来讲授。地点在6楼活动室。腓立比书与哥罗西斯，那老师是周秀跟洪白老师。地点在5楼餐厅。以上报告。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补充啊。那感谢主，刚刚我们去这个互相共安的时候，就弟兄姐妹说，这个有2个少年手。磨成主的形象其实也是类似的啊，但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不同个性体系所以这样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越来越就像这样子，就是形象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很像耶稣，所以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了。上帝的带领。好，那跟大家特别的报告，那刚刚牧师不在这边，是因为我去有机会刚好安传道在这边讲道，我就去我们的儿主跟青少那边去看他们的一个活动跟他们的课程。那跟弟兄姐妹报告，我们在这个疫情后到现在，我们教会终于可以在今年预备要办儿童跟青少的夏令营。先跟大家做一点预告跟说明，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暑假的当中有机会来参与一些的这个夏令营跟这个训练，或者是一些在信仰上的造就。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关注我们的青少年跟儿童，让我们的青少年跟儿童的造就、喂养跟帮助，让他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让他们长大都不忘记，就是主来带领。那也请为我们的儿主老师，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的辅导，来更多的祷告，求主给他们加添力量，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在服事上面能够更多的得力跟蒙恩。上帝的带领。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社关的奉献到今天准备全部要截止要转给总会。那早上开语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总会的社关委员会委员有在我们的当中，有特别做报告，就是总会的现在社关的经费是0元所以需要有这些的社会关怀的协助跟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补助。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当中，可以给予这些的社会关怀的经费可以有些的补足，让总会有这样的经费可以使用。上帝的带领，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刚刚讲的青少年跟儿童，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跟灵性也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邀请大家更多的来参与。那我们的诗班也需要弟兄姐妹更多新血的加入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声音都很好，期待我们能够我们的诗班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跟参与跟加入我们的诗班的行列当中。上帝的带领，谢谢。那这里下一方面，请弟兄姐妹们自行参阅周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
一颂。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有主的形象跟样式的人，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订阅，请为今天的主题消息和事工来祷告。有病痛、忧伤的，请到台前来，转到牧师要为你们祷告。